哋咧平時會供佛嘅。咁供佛咧，其實個目的咧就希望我哋好尊敬佛啦，係供養佛，同埋咧希望會增加到福報，因為供佛會有福報嘅。係咁，但係咧供佛咧，我哋而家現代人供佛咧會用譬如用水啦，用花啦，用生果啦，甚至用燈啦去供佛啦，去供佛。咁但係咧，原來咧以前啲人啦，即係佛經講啦，以前啲人點樣供佛咧？佢就會用好多嘢去供佛㗎，多嘢到咧，其實都諗唔到係咁特別。例如咧，佢會用自己嘅太太去供佛啦，會用一啲好珍貴嘅金銀珠寶衣服去供佛，係啊，咁用好多嘅名貴嘢去供佛。咁而菩薩係點樣供佛咧？其實咧，其中有一個菩薩咧，佢係好多世咧都係供佛嘅。佢係藥王菩薩，係啊，咁佢叫做以前佢好多世之前咧叫做一切眾生起見菩薩。佢供佛嘅時候咧，就係會延伸供佛啦，即係將自己嘅身體係供佛咯。會延兩臂啦，甚至延手指啦，即係會延身體去供佛咯。係啊，咁所以菩薩點解係菩薩？因為菩薩係好偉大咯。係咁，但係咧，呢個都唔係究竟點解咧？其實咧，佛經嗰度講啦，就算咧你喺3000大千世界啦，有好多好名貴嘅七寶去供佛，都不如咧受持讀誦妙法蓮華經同人講4句偈，即係都不如咧就係讀誦啦、受持啦，甚至咧同人解説妙法蓮華經嘅功德。係同樣嘅功德都好大咯。就算你攞好多珍寶去供養佛，等同你去同人哋解説《妙法蓮華經》一樣嘅福德都好大，嘅功德好大。係呢個就係《妙法蓮華經》卷6啦，其中一個段落啦，係講緊妙法蓮華經其實就係第一嘅，因為妙法蓮華經嘅功德同埋福報都好大咯。係咁咧而供佛咧，其實我哋提咧，我自己提啦，去極樂世界國土嗰度咧，其實極樂世界國土唔係冇嘢做嘅，除咗係可以咧啲天人啦，即係去到極樂世界國土咧，可以成日聽到咧佛菩薩啦，即係阿彌陀佛啦，甚至觀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咧係講經説法、聽經之外咧，其實佢哋每日都有嘅職責嘅，佢嘅職責咧就係去供佛啊！佢哋好好可以儲於福報，因為供佛有福報。佢係點樣咧？佢哋就朝頭早清淡嘅時間，即係好早即係清淡，即係好早啦。OK， 好早嘅時間咧就係去供佛嘅。有啲咧係就由一念就可以去供到佛，即係一諗一係就可以供佛。有啲咧就親自去到唔同佛嘅國土去供佛咯。呢個咧就係極樂世界咧天人每日嘅職責，可以去供佛咯，好好。係咁呢個就係妙法蓮華經卷6咧一個段落。